歡迎嚟到獨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2月8日明報新聞。網紅林作上星期五入稟區域法院，指控金融平台 Airwallex 不當凍結佢喺該平台嘅賬戶，並且拒絕俾佢提取翻賬戶內超過130萬元，故此向該平台追討有關款項。原告人為林作，而被告就係 Airwallex Hong Kong Limited。入稟狀指出，被告係一間喺香港成立嘅有限公司，營運一個支付及金融平台。林作喺該平台持有賬戶，而截至2025年11月26日，林嘅賬戶餘額為130多萬元。入稟狀稱，根據雙方之間嘅協議，被告當初同意代表林收取多筆款項，而林就有權指示被告俾佢攞錢。入稟狀繼續指出，林認為被告違約，即係被告不當地凍結咗佢喺平台嘅賬戶，以及拒絕俾佢提款。林作因此要求被告向佢支付翻130多萬元嘅本金、利息以及其他製作。